讲到今年双十的庆祝活动，公司台记台透早也是为咱观众朋友继续来转播。早起通好看转播，暗时会当去到高雄看烟火。今年双十烟火伫咧高雄，负责这摆烟火配角的是高雄市立交响乐团。伫咧最后这几天，因是用心伫咧排练，针对着这个配角的部分，有台湾音乐、民谣甲电影配角，带观众朋友做伙来去看卖。 离双十节剩无几天，为着这摆烟火，高雄市立交响乐团逐天排练配乐。双十烟火迄天会当听到什么音乐，嘛先公开予民众欣赏。 电影刻伫我心底的名字，主题歌曲改编成做交响乐的版本，互人无共的感受。毋但有流行的台语、华语歌曲，嘛有太阳花运动主题歌、倒数天光等等。今年30分钟的烟火配乐，无阁使用西方古典音乐，全部拢是台湾的音乐。搭配今年刚好也是文协100年，那也是台湾走出疫情的一年，那里面。 横跨了台湾50-60年的从台语歌曲到经典的流行音乐。今年双十烟火伫高雄港边，放烟火范围有3公里宽。进前试放才用1台船，双十节迄天是7台船共一个时间放。七彩烟火配合着大家拢熟悉的台湾音乐，要互民众哪看烟火哪对咧唱。记者邓亚文为做高雄报道。